不叫人。杆子，鞋子没事吧？讲不鞋子。来找个嘛。我要找鸡公。带鸡公我手里。你不是你要给他带牛肉干的吗？带米饭。你不要刚刚挪过去。那谁小了呢？下班了。没有。那我完了。Everything， 勇气。看永吉一个人在跳，听不到。你没什么电了，怎么手机？有点声音可以跳。快来跳舞！真的跳舞，不要围在这里。声音开小一点没事啊。赚了。去！声音开太小了，一会儿他走到这里开大一点就可以。本来也没几分钟了，对啊，直播还有3分钟，几分钟，这个音乐放完了就基本上上场了，然后就到隔壁商场去跳。打电话了，你不要过来9点27。收了。一个正的警察，一个是协警，全是辅警，一个正的。Thank you。一个整的，一个全是帮忙的。就这种镜头网上对，但这种周边很少，只是对面有个住宅楼，走了，我们去隔壁了，不用说，直接去。跳了吗？阿三，那你们跳吗？我们看。挺好，你们抓住最后的尾巴。对。时间到了，9点半了。好像到9点到10点。直到9点半。你要不要跟他合影啊？可以，对，我照合影。我这个，你的那个，等一下我给用你的时候合个影，你给我补个光。好，可以，你现在去吗？等会儿我们要去隔壁了。我去。你给我照，你帮我照一下。我帮你照吗？来嘛。可以。来吧。多个人多拍几张。多拍几张。好，谢谢。太多了，排队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哎，他自己照了哪个没？你按那个，没按这儿的下面也可以按。好。你看这个可以按这个键也可以按，好吗？好，没说多删几张，反正自己选就是了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没照好。没照好嘞。 3、2、1，
我都没找，他自己找了。 OK， 有你要吃的我给你嘛，好不好？你帮我补个光，补个光。来来来。多找几层。那你自己选吧，啊，自己选，买了很多。麻烦你给照一下吧，谢谢。我帮你找啊，谢谢。很多找嘛，出去找。啊，这个灯太亮了。好，好了，重新照。他刚刚照的时候，他在那个照。老师帮我们拍一张。老师，麻烦你帮我拍一张。好吧，好。可以了吗？拍了几张？好嘞，好嘞，谢谢。这苹果，桃子。我用了我的灯补光灯，他们都把电取了。刚刚我的还有用。我说我这个灯泡有用。看吧，好多找英语老师。考收费了，不可能的。考收费对，拿拥挤收费最好。好漂亮。扎西拉姆好像是。对，刚刚和拉处那个女的是扎西拉姆，抖音上面有32万的用户，32万的他这个，我以前看但是他没有人没过来。你没有叫我的嘛，哥哥？弟弟今天不理我。这人们先收一下。把那个哈雷取来了。大黄。跟着戴个眼镜。这边那个哥哥，这边那个，老板，你摸哪玩啊？我手机是哦，天，还有些抢不没出啊？你们两个哦，就你们两个，应该是舅舅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真的味道没学。红旗。走了，我们去商场。